好多同學都會關心近呢幾年出題嗰度有咩趨勢呢？咁其實讀經濟科係比較幸運嘅，因為其實我哋係唔需要理個出題嘅趨勢嘅。咁啊，不過好多同學就會諗就唔係喎，好多時好似有啲新嘅題型喎。咁啊，近呢兩三年咧考啲問題，可能啲題文嘅字眼又好似好多變化喎。咁啊，其實呢啲通常都會係即係讀經濟讀得唔好嗰啲同學咧先會有問題。咁如果你讀經濟讀啱嘅話咧，其實你就應該好清楚睇到咧，呢啲所謂趨勢或者不同嘅題文嘅字眼咧，其實只不過係包裝嚟嘅。咁啊，第二啲科就即係當然有第二啲科去處理啦。咁啊，經濟科咧係唔會講題型嘅，即係如果經濟科講題型咧，就學錯咗經濟科㗎啦。因為我哋經濟科要做嘅嘢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我上一集講過嘅，就係由一個前提，然後應用我哋經濟嘅概念，做一個邏輯推理，得出某一個結果。咁喺呢個過程裡面要做嘅嘢其實冇分別。所謂題型其實係咩咧？題型其實只不過咧就係包裝個問題，同埋點樣去俾啲資料嚟。咁佢俾資料你可以直接啲俾，就講埋因講埋果，話埋俾你知呢個係因啊，嗰個係果啦。咁啊點解會咁？咁啊最簡單嘅方法。咁啊複雜少少咧，包裝下，咁啊俾啲資料你咯。咁啊有時你見到近年有啲題目咧，又會有啲圖啦，有啲數字啦。咁啲同學好多時候啊，好似興出圖喎，又興出數字喎。咁呢啲其實係個包裝嗰度咧，其實係有些少改變。咁啊亦都嚟緊咧，就真係亦都會係傾向呢樣咁樣做嘅。因為喺2018開始咧，就我哋經濟科會加多少少嘢考試嗰度咧，其實都會係有呢啲嘢嘅。所以你見到嚟緊嗰幾年都一路都會係咁噶啦。咁但係你就唔好俾佢嘅包裝咧，就呃咗你，因為佢俾啲圖你，其實個圖俾你嘅資料咧又唔會太複雜嘅啫。咁啊一個 chart 咁你睇下個 trend 啊，咁啊即係嗰啲趨勢如何。咁但係裡面所包含嘅咧，其實就可能咧就係你推理要用嘅一啲前提嚟嘅，又或者佢本身已經可能係一啲結果。咁你將嗰個資料分析咗之後咧，其實就知道其實你要做咩推理啦。咁啊，另外有啲數字咧，其實處理上亦都一樣。咁有啲數字其實就係圖嘅另一個形式，即係不過唔係用圖，用個表啫嘛。咁啊唔會變咗係即係另一樣嘢嘅。咁啊，譬如好簡單，好似即係2013年咧有條問題講呢個即係堅尼係數，講唔同行業堅尼係數咁樣。咁呢個問題好多時，當時啲考生或者之後依家都仲今日都仲有考生可能即係會講就話哇嗰年個題型好新。咁啊，其實你讀啱經濟咧，咁一啲新嘅題型都冇嘅，因為佢個堅尼係數高低，咁你第一就要掌握知道堅尼係數量度咩啫嘛。咁堅尼係數咪量度收入不均嘅程度咯。咁唔同行業嘅堅尼係數咪量度唔同行業嘅收入不均嘅程度咯。咁啊，題目問你邊個行業個收入不均係嚴重啲，冇咁嚴重。咁啊，基本上個數字已經話俾你知㗎啦，除非你唔知咩堅尼係數嘅啫。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好多時啲學生咧就係即係見到個題目個款式唔同咗，佢就以為即係嗰個問題即係好難啊，好新，咁就忘記咗其實你要做嘅其實就先掌握好個概念，同埋做好個邏輯推理。咁永遠經濟科你攞高分咧，其實做好呢樣嘢咧就包保攞高分㗎啦，就唔需要去 bother究竟佢係咩題型啊，個趨勢係點。因為個趨勢變嚟變去，其實係只不過用咗唔同嘅包裝。你拆開咗包裝紙，裡面嘅嘢永遠都一樣。